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应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台中国际机电会中华民国总会2001中英对照圣经新约全书 The Holy Bible New Testament Chinese and English Bilingual Edition. 窄门圣经马太福音第7章1-4 Because narrow is the gate and difficult is the way which leads to life, and there are few who find it. 因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到的人也少。台中国际机电会中华民国总会2001中英对照圣经新约全书 The Holy Bible New Testament Chinese and English Bilingual Edition 048L. 佛家言不走正门，进入4生6道。胎生耳牛马羊狗之类，卵生眼鸡飞禽之类，湿生口鱼虾水族之类，化生以马以蚊虫之类，泥丸公气天神度其在世投胎为人，任母归根修道，目的在离苦的乐为有任母归根，方能超生了死生登圣域贤官，永脱苦海。母自垂武教皇母慈是这恩师，一指点杀身难报，重如山恩似海，实际心怀若不受师指点，怎能脱苦，又怎能了生死？不受好哉！上超祖，下应孙权凭师力，各应当报大恩。尊师安排皇母10诫，第7诫，五教圣人提出了诚恳的呼吁，一点穆罕默德可兰经文难了死。肃拜真师反摇西2点耶稣基督圣经空是玄真义。赞美诗词作高歌3点太上老君道德5前卫严谨。肃拜公常早归根4点释迦牟尼真空非空法非法，如然自在是个5点孔老夫子雄神之化之其旨。定静安律见本源，古人云白藕绿叶红莲花。三角原来是一家3大圣人发庆礼，得了巧妙回老家务又本末，是有终始，之所先后，则敬道矣。信教不爱修道，但不宜只有信教，耽误修道，本末倒置。实在可惜，点老母娘的奥妙道在使逆东郭子问于庄子曰：所谓道，呜呼！在庄子曰：无所不在。东郭子曰：其而后可。庄子曰：在蝼蚁。曰：何其下也？曰：在蹄。百。曰：何其欲？下且？曰：在瓦辟。曰：何其欲？甚且？曰：在使逆。东郭子不应。庄子曰：夫子之问也，故不及直。正或之问于监视律系也。每下狱况，汝为莫必，无乎陶物。指道若是，大言亦然。周天贤3者，一名同时，其职